呢個木鈎係一個好平凡嘅木鈎，但係如果喺佢前面加上一個字嘅話，就會變得更有意思。一個西可字。Hello， 歡迎嚟到應該知足。冇錯，今日我哋討論嘅人物就係呢個咁出色嘅男人韋斯活。上周二，香港隊主場迎戰新加坡，喺領先一球情況底下，喺6分鐘內連失2球，結果以1-2輸咗俾新加坡，亦都失去咗出線亞洲盃嘅資格。而呢場波亦都成為一個大藥引，就係對韋斯活嘅不滿。呢個 moment 要爆啦！終於喺星期一，雙方達成共識，韋斯活提早離任。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韋斯活敗走嘅原因啊！就以呢個攻勢為例，呢個攻勢呢，就係新加坡入球之前嘅一個攻勢，見得到香港隊嘅中場嘅活力已經大大下降，留咗一個 half space 俾新加坡嘅球員後上入攝，特別係費蘭道跟人跟得唔足，問題係就係佢嘅體能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。韋斯活，你唔係睇唔到啊嘛？其實呢個攻勢之後係一個最佳嘅換人時機，因為鍾樂安嘅受傷停頓咗一段時間，但係韋斯活當時候仍然猶豫不決，亦都係反映到佢對後備球員嘅唔信任。結果就係韋斯活嘅猶豫不決，令到香港隊付上代價，連失2球。用人選人方面，韋斯活一向都備受質疑。首先，上季華人首席射手劉智樂連一次入選嘅機會都冇，而今場波龍門嘅選擇更加令人拗爆頭。首先，正選龍門竟然用上41歲3年半以嚟第一次入選返港隊嘅黃振鵬。眾所周知，黃振鵬嘅花名叫做膠鵬，因為佢派膠多過食飯。既然你覺得黃振鵬係葉鴻輝之後嘅選擇，但係點解你過去1年以嚟你選嘅都係葉鴻輝、謝家榮同埋伍偉謙呢？而韋斯活賽後就解釋，賽前謝家榮同佢講就比較緊張，所以難以出任正選，所以最後選擇咗黃振鵬。但係謝家榮係一個有大賽經驗嘅球員，2年前嘅亞運都係負責帶領香港隊入到4強。咁試問呢個解釋係咪可以令人說服得到呢？而在我嚟講，第2球失波，黃振鵬都有少少責任，因為呢球波射波嘅力度雖然係十足，但係角度就比較正宗，而黃振鵬當陣時嘅視線亦都唔會話有好大嘅阻擋，冇人夠膽保證謝家榮或者葉鴻輝會擋得出呢球波，但係我可以肯定嘅，黃振鵬失呢啲波已經唔係第一次。大家都相信香港隊每一個球員都出咗200%嘅努力，包括隊長安永佳。但係呢一球，我喺直播度睇到呢一幕，我真係好嬲。點解咁嬲？大家睇一睇。呢球波，佳哥嘗試傳中，然後新加坡守衛頂返出嚟，陳祖樂執返個色根波，幫波。佳哥你喺邊啊？3步整緊隊長臂章，教練見唔見到啊？你見唔到啊？喂，後備席有米高、劉家喬做緊熱身，點解唔換呢？定係要揾個識英文嘅同你講啊？ You are dreaming on your office, or you are not attending at your office. Answer me. 而喺選人用人方面，我仲有一個疑問嘅就係喺中場方面，其實有一個球員
近況係唔錯嘅，就係踢緊中甲嘅馬希偉。點解去選一個年紀比較大嘅入籍兵彭尼拿，而唔去徵召一個後生有前途嘅馬希偉呢？呢一點比較費解。韋斯活自上任以嚟都係踢一個三中堅自由人嘅角色，其實令到唔少嘅香港球員都無所適從佢嘅踢法。喺第一場就作客列支敦士登輸咗1-0，而經過1年磨合之後，亦都揾得到香港隊最佳嘅自由人嘅人選，就係左閘陳俊一，將佢移入中間做個自由人嘅角色。可惜嘅就係犧牲咗一仔喺左邊助攻嘅能力。咁大家又認唔認為犧牲咗一仔嘅助攻能力係值得嘅呢？而呢套戰術亦都成為韋斯活同球迷嘅關係變得緊張嘅導火線。自從韋斯活上任以嚟，球迷們對於韋斯活嘅選人同戰術都有一定嘅意見，但係韋斯活嘅性格比較自大、高傲，所以對於球迷嘅意見都係一概不理，甚至乎有陣時會反擊你哋識啲乜啊？所以彼此之間嘅關係都係十分之惡劣。而因為劉智樂事件，佢同流浪會嘅關係更加水火不容，更加喺新加坡嘅賽前記者會上面當眾指責流浪嘅管理層所作所為。而佢對完新加坡嘅賽後記者會之後，更加勒慶所有球迷，因為佢拒絕道歉。佢話盡咗能力，我做乜需要道歉啊？呢一點純粹我個人推測同埋主觀意見。睇返韋斯活比較中意用嘅球員，如果嚟自本土聯賽嘅，大部分都係一啲入籍兵或者混血兵；而用本土球員嘅話，好多都係外流中超或者中甲隊嘅本土球員，又踢緊香港聯賽嘅就只有王威、陳肇鈞、顏卓彬、劉家喬。龍門嚟講就有謝家榮、吳偉謙、黃振鵬。其實佢都係入籍兵嚟嘅。韋斯活，我個人覺得佢係睇唔起香港嘅足球，佢為香港帶來一套新嘅戰術、新嘅踢法，而球員踢唔到佢嘅要求，只係球員唔去變，佢冇料到。係你冇變，你冇料到啫喎。所以喺佢心目中，入到亞洲盃決賽周嘅話，就係一個 bonus。入唔到，只需要講聲 sorry， 對唔住，盡咗力。應該唔關事嘅。一路仲嗌緊 We Are Hong Kong 啊！你睇到咧係足球幾能夠係震懾人心，同埋足球嘅凝聚力係幾緊要咧？香港點解唔好好去利用發展足球？韋斯活敗走已成事實，香港隊出局亦都係事實。有人會問，香港足球會唔會進入另一個冰河時期？冇人知。我記得10年前呢場波喺旺角場度嗌到聲嘶力竭，最後嘅結果，香港都係出唔到線。當陣時大家都傷心失望過。咗幾年之後，香港隊可以入到亞洲盃決賽周，並且喺阿聯酋身上入到1個入球。嗰陣時我哋見到希望，見到嘅係香港可以同亞洲一線球隊有力一戰。之後嘅亞運，我哋更加歷史性入到4強。嗰陣時我哋又見到希望，見到嘅係一個獎牌嘅希望。只要繼續支持，就會見到希望。無論喺世界邊一個地方，我哋都應該要支持香港足球。